香港市民同埋我哋喺國際社會嘅朋友呢，佢哋係期望同埋要求特區政府係根據香港嘅法律，包括我哋嘅基本法，而基本法呢係制定我哋一個國家兩種制度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嘅一個基本法律，以及香港其他嘅本地立法嘅法律，用香港嘅程序堅守香港嘅法治精神。同樣重要嘅呢，就係我哋要有程序上嘅公義。咁因此呢，喺處理美國政府向特區政府提出嘅要求嘅時候呢，我哋係需要進行相關嘅程序嘅。包括呢，向美國政府係提出要求美國政府係補充一啲重要嘅一啲資料。咁所以喺呢個過程當中，斯諾敦先生佢作為一個正常旅客，用正常嘅途徑離開香港呢，我哋係冇任何嘅法律嘅根據呢係阻止或者限制佢離開香港嘅。喺一國兩制嘅大原則底下呢，當然涉及到外交嘅事件呢，我哋一定呢係要同中央係溝通同埋磋商嘅。至於乜嘢中間人呢？呢個完全唔知道。